因为疫情，大家拢尽量伫厝，毋是外送，就是家己早顿来解决三顿，造成纸类便当盒等资源回收物甲厨余的量大大增加。根据台南市环保局表示，并写一条路线，一台回收车就载完，现在拢爱出到2台车。6月预估将增加2成5到3成的量。所以市长黄伟哲表示，除了增加环保收运甲处理的量以外，嘛呼吁大家食偌济、叫偌济、食偌济、煮偌济。我们希望说，第一个，如果是外卖，或者是外送，或者是这个回来买菜回来做菜，我们希望说量力好。想要吃多少再煮多少，再叫多少，不要叫一大堆，造成一大堆厨余，这是我们要呼吁民众的。第二个，我们因应这个部分，环保局已经增加这个回收车的调度了以及清运人力的增加了，而且已经建制去年开始就建制完成2座新的厨余快速发酵厂那每个月增加990吨的厨余回收量，那我相信这个量是足够的，所以说。一方面希望民众吃多少才煮多少，吃多少才叫多少，减少厨余增加的速度。一方面，我们也加大厨余处理的能量。环保局强调，5月敢若纸壳到2吨半，等于是有150万到200万的便当壳，所以呼吁市民一定要做好垃圾分类，加减少只用一摆的餐具，共同减量减碳。第一新闻，郭文吉、何乔邦采访报道。